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因多年来土豆博士沙深度投入的人，年薪年变多。行政院主计总处进行的统计，今年1到2月的有博士硕士学历的人，失业率到3.1%多，係為上年同期前高位，人數有27300人。雖然學歷高已經無法度保證前面都好投入的。還好許多位家長希望小兒呢，讀嘅到一個路讀一個，就算讀嘅高職，學到一項技術，有800嘅高職生畢業嘅，還係繼續讀大學，甚至讀到研究所。最裡面做嘅投入又同本地睇高職所學嘅無關係，安尼惡性循環，台灣專業技術人才都佔唔到，用心培養技術人才嘅先生，如果無奈何。個明明專業學校嘅訓練，使得本身人呢喜好嘅未來嘅呀。日頭按來，一群學生嘅叽叽喳喳，經驗來，健康安養嘅的培養素養嘅，家到都係苗栗農工森林嘅學生嘅。有沒有發現？像，有點像，什麼植物？哦，相思樹。你看，相思樹葉子是假葉嘛，不過它這是真葉嘛，哦。張同上一節課，每到學做做位數四槍來，一位田田先生，佢到學校出不培本業，來認識台灣300人做藝術嘅。那今天你會發現一件事情，我們人不用親自到現場，是不是？然後就有一位怎樣？就有一位人呢，經由這樣的一個這樣的解，他來進行什麼？對這棵樹做一個解說。再過來，學生嘅行為老先生教嘅東西整理過後，再個同QR code軟體結合起來，按嚟聽人，我哋認識一條數位就會海開一片。我們借由這樣的一個方式，就是說學生在學習會了之後呢，自己來把這個植物介紹給大家。那在學習的過程中，他會將自己所學的部分能夠做一個應用，那也可以獲得一個所謂的一個成就感。或者是說一個新鮮感在那邊，讓學習變得是一種比較活潑的方式呈現。一開始說要做這個 QR code 啊，然後老師就會覺得給我們這些任務，然後覺得要怎麼拍啊，就覺得一開始會覺得很困惑。可是到後來就說我們乾脆就從老師上課就某2個課程開始來改變就好啦。結合嘅新科技，小學生嘅志同道合，唔過難免就用明白門，按某人愛讀嘅課呢，讀出嚟很快就得做乜嘢呢？目前為止的話，只剩下4所的高職學校才有了，可是，在大學的部分來講的話呢，至少都有還有6所以上的學校，還有這個森林系的一個存在。未來的一個產業的趨勢，它是一個走向的。好，這個走向來講的話呢，如果說我們今天沒有先準備好，那未來當這個市場需要的時候呢，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提供這樣的一個人才，能夠去適應這樣的一個產業。啲學校會南外一片，談到社區那嘢上，清清楚楚。有啲學生呢，可能連不卡嘅片數都唔識數過，就算睇到37做8做，就會去變牛蛋。先生講，也出題做啲訓練，學生嘅耐心同觀察力，每做啲測試，學生呢會檢查考內幕。孩子可以從這個過程，這3年來的這種探索，專業的探索課程哦，跟牧場接觸的這些基礎的實務課程來看，他是不是真的很喜歡。老土嘅寶寶像烏鴉一樣嘅，當有耐心嘅老幾件腳趾甲，見數土嘅英語講，而潛出家要以為嘅血見來好出血。南白想要做出血嘅嚴謹嚴格，我哋教時冇去拖古種。苗農給的幫助很多，打針啊、疫苗啊、一膜穿刺啊都有學到，沒有說少學。然後寵物美容我們也會從事剪兔指甲，對，就是牧草我們也會學，就是很廣，然後都會學。然後資源也很充足，未來可能也是從事獸醫吧。從事冰凍飲布嘅暗光杜康，見粗見濃，同異地泡布嘅飲水各種無共用嘅化石。家到係農業經營學嘅學生嘅，唔係來學耕田，係來學用嘅飲布嘅。農業嘛，就不是在單純的只是原始的生產吼，插秧、種稻啦，然後種菜，那其實可以讓學生體驗很多不一樣的多元的農場經營的模式吼，所以我們借由染料植物，然後來體驗這個藍的課程。一節課結合嘅地方特色同業嘅先生，看起來當有成立合作。
那个染液呀，跟一桶就要1公元哈。那其实那是因为它是天然的蓝靛去沉淀的。那个蓝靛是这样子，你10公斤的叶子才能够沉淀1公斤的蓝泥，所以它是很珍贵的。那我们会在农经科来上这个课推广，这是第一个想法，就是说希望农经科的孩子，他们如果以后自己拥有一片农场或一片田的时候，可以种这个植物它应该算是高经济的作物。农业早就唔单像係傳統嘅一級產業，同各種樹葉含個菜地產業結合起來，可能會含有一道還蠻開發嘅生意合作。經過多用實體嘅技能訓練，學校腦部嘅天資看板，檢點出學生嘅暫定嘅成績。不過當年大概係嘅有6上嘅家長，外省人呢去讀高中。我一直觉得哈，因为我本身也是高职技职体系毕业的哈，那我觉得读高职很好啊，很好。我现在很多的毕业苗农毕业的校友啊，在各行各业啊，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个这个绩效。政府啊，或者是一些说家庭里面的家长，想法跟那个思想有没有改，是一个重要的。我们不能讲说高中体系不好，每一个人都有适性适才的一个方式。那大家都重视在高中那部分，所以每个都觉得说我升学主义文是最好的。對1994年，教育團體提出，假設地位高中大學嘅翹課國後，台灣嘅大專院校建成總多有160萬間，33人都有大學專業嘅證書，被到專業學校未經嘅學生嘅在校升學。故所也得學有數年生意嘅專業嘅，沒有想辦法而繼續讀書。苗栗農工大概每一年畢業哈，應屆畢業，他直接去升學的大概有8成，那有2成啊是什麼？是直接到業界。這2成裡面大概有1半是白天工作，晚上到科技大學或者一般大學的什麼夜間部、進修部去就讀。現在呢，幾乎科技大學很多，升學率很高，所以呢，我們當然是鼓勵孩子走升學，可是我們也很矛盾，就是說，你一直鼓勵孩子走升學，那未來他不走本行的話，勢必整個比較基層的就形成一個斷層了，所以變成說，家長的期待也是我們的壓力。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，最終嘅15年改建，其他普通大學專業嘅做相關投入嘅比科技大學還較多。幾隻畢業生作為投入唔係讀書好嘅，到就業市場做得講係讀嘅全無套。故作台灣基層技術人員強就會夢以來接。竹苗區這邊的話，常常我們看到很多孩子去念的大學回來，最後面呢還是去科學園區。當女工、當男工，我們都一直鼓勵說，你一定要走本行，因為呢，唯有走本行，有你的專業，那你才有持久的空間，你才有未來跟老闆談價的空間。目前斷層當嚴重，安尼技術人員大體就差不多40歲以上嘅，也後生嘅冇乜可以做呢傳統嘅東西啊，可能是沙飛哦，較有錢，阿爸妹哦唔肯寫我去食苦，各位呢，生意呢也唔願意食苦，啊2-3萬啊啲人找人去，啊打天路就多的。前無人才嘅問題有見嚴重嘅呢，對同人成法當有關，同時咪喺台灣青松嘅為傳統工業板件，也就係一般講嘅做輔助嘅特看行較顯面。人成法上啊嚇，當多東西啊，嗱你傳統產業係強下將根本人坐火車，人坐巴士。冇板件嘅東西，茶根本就做唔出來。書記嘅愛學嘅也係算板件嘅，叫只要是金屬吧，鐵的以外其他銅嘅啦、阿魯米嘅嗰有啲乜嘅合件嘅，全部都算板件嘅。2012年，公司行政院長陳聰還是顯示2樓台灣打造出世界級嘅附屬搖籃，不過就有人批評，按道太好，大家就講愛生活。連水天宮都簽唔到位，乃來嘅世界級嘅武術，必到培養做板件嘅人才，學校拿板件同科技韓國文創結合起來，
为学生嘅考上办检考，改变一般人对武术嘅刻板印象。一般学生啊看到做武术，输完学做位有动实力，办切，其他因为我强，我唔喜欢。佢我哋做必先接触到安尼天路嚟画图，有安尼3D 被印出来，安尼东西其实原来办检一做安尼设计安尼发明，嗰个再慢慢的本家去做个传统的东西。设计我哋出入当法，吼，只要学生肯去做，肯去同事，肯去想，当中嘅做叫想，要去思考，设计家的出入当很宽广啦。专心的看电脑画设计图，用3D 做出等一下嘅雕饰，模具切割到动站的雕种，也可能真正的接触太强量机器人、海马模具使用的通风管，学校动态传输、动线同技术设备广告室内，就会学上声音的良好。冷冻空调课专业被专家研究，就会验证对学嘅动力心头，几张有机会保送到台北科技大学。主要就是因为国中基测只考200多分，没有办法上理想学校，所以说就刚好分发上苗栗农工冷冻空调科。那起初刚开始也觉得，就有学校读就好了。最喜欢实习课。我记得1年级的时候，刚开始接触实习课是黄日安老师带我们做一些电线的一些配置，让我觉得很有兴趣，因为他会把每一个工件当成艺术品在做，这样。输出设备有一些要经过程式，那在程式上我们就必须在现场构想，因为有时候要限时在8小时以内要完成，然后又要比美观这样。天家健系天气科专业的，使用数据蓝牙遥控插槽，在马来西亚国际发明展当中得到金牌奖。头摆金考图书系在苗栗农工签到的方向。本来国中就已经没有很爱念书，然后进来之后，慢慢的有参加一些科展，一些国际发明展，还有室内配线的选手竞赛，然后让我拿到很多的比赛的成绩，然后对我现在的不管是工作或是学业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在2012年的时候，有参加马来西亚的国际发明展。有拿到金牌，拿到金牌之后，政府有招待我们到总统府做一个表扬，然后我们这样在推甄资料上面多一个成绩，这样一个加分。学生的表现按照到三毛受到政府的重视，高数高位10公年，同样系靠记者出来的陈建之先生都见头谈。尤其亚洲的部分，他对技职多么的重视，甚至韩国好了。他就是你知道金牌，你就是不用当兵，然后有所谓的终身俸，然后再帮你放到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当一个技术教师这样子。唔但将技术无受到重视，而牺牲學也唔少人放入。教育部去年起出技專研究拔出部分名額來招收高中生。啲農業經驗科教書高為10公年的劉立軍先生就討論過，技職教育見盼見突破。是知道生意呢，疏通唔好，又冇好多專業。可能文凭主义之后，一些科技大学他们觉得高中生的学生素质比较好，所以他们开始开放给一般高中也可以入学，那更压缩到我们高职体系的孩子考科大的机会。可是家长也好，外界也好，都希望这些技职的孩子学历不是只有高职，希望他能又有更一张就是大学的学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教育上比较吊诡的地方。或者，一切嘅培養台灣技術人員當中一位部分，教育部講是啲傳統記者升級嘅目的，就會希望會同學術理論韓國專業技能結合起來。難白有到技術人員就做得早期學到位來帶動台灣產業嘅升級。現時嘅技職教育變到也係愛拿大學文憑嘅教育，而從行外再過來檢討怎做。